接下來我同大家紹介一位攝影家劉友松。劉友松高中路家庭愛行攝影一條路，退伍過後是條路較有錢的，天無暗眼去到日本讀書。日本先生個娘條哦，國家一開始日文唔好，下課的愛英文同學，也順這話到圖書館去尋答案，從頭歸到路卡路暗不頭9點鐘的。不過路係有按呢個磨練，劉友松能有按好嘅攝影功力。也多年來伊去到客家莊記錄嘅幾多會看唔到嘅影像，伊也看到有嘅素材，因為睇駐村商業同觀光，等都無黑的本地嘅特色。透過也攝影作品，伊希望大家看到客家莊嘅景以外，也有更多嘅體會同反省。摸后背摸在反射镜片哦，所以 any 款的东西是所以你在强调地块多，你后背你在玻璃哦，所以你若讲拉过的时间呢，你要挑起那你要板吼是做强调板吼是做向面当来放哦，莫是后背你在板吼，不拉过的些后背板拉做咧向起来，因为你光线你不个光照会改变较萎缩。那出15年之前買嘅春土協作機，劉友松準備開始兩個協作工作。你講慢工出細活吼，你按你用數位相機翕都是隨時看得到，翕唔好就10個咧翕過。啊，你種嘅唔係，你種嘅你要開始一些吼，愛構圖，愛亮加光線，亮好一些就嚟開始聽筒，你去照相機。翕好的時間底片，翕好貴片，翕好長翕來寫，那寫當中有一種期待感。15年前第一本用18萬元台幣買嘅協作機，兩下子嘅賺取到15萬元。平常時出門都會把人整20公斤嘅裝片，劉友松希望勞動到出消失嘅影像都記錄下來。因為你下社會程度變化。真急，真多東西一下子會摩天吼，一下子會摩天，所以應家家去記錄下來哦，含擺any下一台嘅聲音，來向你指出就看冇，哦，看唔到呢種東西哦，所以應該講哦，三下吼會感覺講時間唔留咗哦，對呢啲東西緊濟樣吼，因為變化太急咧，實在是講真急啦。2年浪來，當到客家莊都行頭頭，劉友松用鏡頭講客家莊嘅故事，用影像呈現客家莊嘅人文。客家莊嘅咁多建築物吼，你一定係體制會考量嘅啦。第一是為所讓人嚟結合，從最底層水了解起，你要提放人嚟嘅身份，好，然後就慢慢按樣擴展出來。這是第二個原因，人文氣息、人文特色。不過，佢成日看到當到庶民文化，天天嘅認為商業化、公共化本應破壞體，電動摩托本單人為主嘅提供特色。我行到來是會看到來、翕到來，吼！你幾年我樣行下來吼，嘅感想吼，北部變化最大，吼！因為你熱島引起嘅萎縮是商業化行為是熱島。所以講，你那邊到北部那些青島，去北部的東西啥，唔得見咯，就難去咧。透過攝影，劉友松咪希望大家就在重新審視、老思考。其實你看到背後是在人鄉生態，其實點，按到觀光客來摸索，可以帶動地方產業的發展，不過也帶來一個破壞當地環境的一種污染，比如垃圾核多。有亂差很多來廢氣嘅污染，所以以這地方為長久嘅打算，實在要發展去當地嘅文化特色出來一種創，唔係講嗌哦為咗我來傳承。攝影唔單淨係攝影，除了相片外講，咪就得對作品當中發現了乜嘅，反省了乜嘅。大部分嘅翕相係目睭看到嘅翕。我翕相唔係樣，我翕相係心
你底部都是看到的，我用心去看到翕出，所以我翕的相片真少，我个张数唔会当多，不过我翕一张是一张相片，唔係講200張嚟拍一張。觀眾一擺加出嚟就劉祖秋冇注意去見到翕相機嘅快門，小講冇半年馬嘅機唔敢講，不過實開始期待相片寫出來係乜嘅容啊，未知為安樣，佢開始對攝影就嚟興趣。差不多高3年時，我是結志講下等下行呢條路嘅啦，所以嗱，日日去做邊，佢呢一下是先到底有關係嘅嚇，相關嘅嘅條路。不過家下嗱，喊啲講攝影是一門深奧學問，是講我卡梅拉我曉操作樣哦，不過翕相構圖啊，嘛個美學的唔啲嚇，歷史咪唔啲。幫每個就到日本去學攝影，對日本帶來8年，打下動心嘅基礎。本來牆壁是一個平面性的，那現在它有光與影的之後，進到這個牆壁，這感覺就像會有一個時間跟空間感在落在上面。本來是一個平面，那現在有影子，等於有深淺。很多的題材，光與影哈，都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而已。那只是我們的生活的步調都太快了，這些都瞬間就消失，就沒有，你也沒有花很多時間去看這樣子的影子。搞攝影30年，劉祖秋都未用講老人來表現立體視角老空間衝突，只只可以來我們嘅貼片嘅衝擊，製造的展現出本意想唔到嘅陽氣效果。呢個藝術家嗬，攝像嘅衝突啊，非常嘅過敏啊，尤其係用個人嗬來調節光線，啊尤其嘛係我落水嘅時間有天氣嘅時，又熱又冷。呢下攝就俾佢攝到，所以講呢啲攝像反正用嘅一剎那時間就攝。藝術家哈，基本上看到嘅東西是老一般普通人冇同樣，一般來看冇特別注意嘅東西哦，基本係特別注意嘅，所以佢看得到哈嘅每嘅元素。我哋擺嘅展覽嘅個題目叫《新言物語》吼，迄個物的意思是講我看到嘅，老你看到嘅一定有冇同樣。我上邊後邊冇寫一隻講有隻小題目，因為小題目嘅時變到以為天然嗰隻小題目去看一隻相片，你天然嗰邊本來天然行。本觀賞嘅人用自家嘅感受來詮釋，無論係西方嘅氣候，亦係風轉秋紅嘅樹人，都有記到上嘅講嘅故事。那部卡梅拉最受睇嘅時間吼，乜間唔快樂事情，我唔記得。吼，我會全心全意去看我會記錄嘅嗰隻鏡頭出來，吼，全心專注出嚟一隻執行面啦。所以我若心情唔好嘅時候，我是會拿卡梅拉去摸摸行。是我記錄嘅東西，我為了唔快樂嘅東西，唔記搶搶，哦，所以啊樣係你係我嘅人生一種動力。用心探索，用心觀察，生活行萬乃係風景。劉祖秋用翕相機翕出自家嘅彩色人生。